手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3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归期，灵宝齐如灵山地，莲花印正考三圣，肉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黄桃心，天真收圆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雾即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今在人天中华母，9年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意现，收圆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本言古册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教，无影山前对合同，因何要想归家去？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今年纪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而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修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，老母降下真颠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经典文部皆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金陵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华显神通，择其照其遮日夜，头顶
南无天眼太保阿弥陀佛，10颗，1颗，再扣3颗，4颗，5颗，6颗，7颗，8颗，9颗，10颗手。爱想起舞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名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弟子赵长弟宇，子沈龙舟，妓女洪诗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公转转成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回向于有情众生无形大德，回向于有情众生无形大德，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，诸天仙佛菩萨，诸天仙佛菩萨，慈悲波转，慈悲波转，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，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，祈求战争止息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保佑众生万物生命安全，保佑众生万物生命安全，是所自导，是所自导，圣慈昭格采纳，圣慈昭格采纳，忏悔文，忏悔文，忏悔文，我习所造诸恶业，我习所造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从身口意之所生，从身口意之所生，一切我今皆忏悔。一切我今皆忏悔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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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好，感谢天师德，今天后学导读到此结束。谢谢自然，谢谢龙舟领感恩谢谢全贤慈各位悲，全贤，感恩护天的慈悲，感恩各位顶传师慈悲，领任各位护领任，感谢天师，各位组长，各位